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，這失智症照護的問題是愈來愈重要。目前雖然已經有相關的政策，不過有民團是認為講，也是需要制定失智症基本法，才會當有明確的規範甲效力。也衛福部是表示講，愛閣討論。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，而且也拄到失智症人口增加的急迫挑戰。根據統計，65歲以上的老大人失智症的比例差不多8%，算起來要加40萬人失智。民間團體積極在咧推動失智症基本法，確定國家的責任加跨部會協調機制。政策綱領的看到的就是它沒有按照時程在進行。那所以如果有法律的依據的時候，我們可以規範是每年要做哪些的事情。那像日本的基本法，他們就是由首相來當作召集人。民間團體講，失智症基本法這馬正在咧立法院裡頭，各黨團總共提出10幾個版本，大家攏真關心。這馬雖然有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，要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績綱領3.0，但國家專法的效力完全攏無同。新的藥物出來了，風險因子、危險因子，它需要更龐大的團隊，甚至整個政府、整個國家、整個社會一起來負擔。不好照顧的地方，包括這個暴力，包括迷走，包括這個殘亡。這個都不是衛福部有辦法解決的事情。醫界講，這麼醫療需求改變，包含精準診斷的可行性、新藥的推測，另外放入去法條裡面。這麼情形是拄到行政機關無法源甲會計，當照體系無法度單獨承擔失智症的多元課題，兩大主要限制。希望趕緊有議辦的法案。失智症防治的政策，它其實是已經由12個行政院的部會共同來去推動，那它也納入了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的運作，那也是由行政院副院長他來督導跨部會的協調及資源整合。那這個精神其實是跟現在各界倡議的方向是相互呼應的。衛福部講，這麼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已經整合跨部會運作，因為看攝的層面正寬，是不是要升級到專法，一個要收集各界意見做伙討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